進入去到下一個嘅步驟，我哋剛才去了解咗我哋一啲情感上、課題上嘅呢一啲原子分子嘅生命同埋情感嘅能量震動，亦都會感知咗我哋當中嘅情緒啦、感受嘅呢一啲較為細嘅原子分子嘅震動。我哋將呢一啲所了解到嘅、所內觀到嘅，我哋放翻入去一個更大嘅一個宇宙大我嘅生命本質嘅一切萬物當中嘅呢一個角度，去到覺察我哋呢一啲嘅情感感受，呢一啲嘅原子分子嘅生命同埋情感能量嘅震動，喺我哋嘅更大嘅一個生命本質嘅宇宙大我嘅生命角度裏邊，有啲咩嘅意義，有啲咩嘅價值喺當中。第一點，讓我哋從當中呢一份由於整個嘅情感、感知、感受，以至生命嘅呢一份感知嘅裏邊，一直感知住嘅都係我哋自身嘅呢一個價值、力量、存在、立足，一直都係需要去證明嘅。一直都係需要去做好、完成、做夠一啲嘅嘢，我哋先至能夠有價值、力量、存在、立足嘅呢一個課題，呢一個嘅失調、創傷嘅情感感知，以至生命能量嘅震動當中，讓我哋從裏邊去到感知得上，我哋嘅生命從來都唔係需要去到做與唔做、證明或者唔證明，我哋嘅生命一直都係喺自己嘅呢一個更大嘅生命本質嘅當中，我哋一直都係喺呢一個嘅宇宙一切萬物嘅一份子裏邊，從來都冇分割與分離過。讓我哋感知得到我哋當中嘅呢一啲情緒感受，係要讓我哋看見自己嘅呢一份生命需要學習嘅課題。讓我哋感知得上，我哋嘅生命一直都係喺一個更大生命宇宙大我一切萬物嘅本質當中存在住，連結於呢一份純粹嘅力量、信任、價值、立足嘅部分。讓我哋感知得到呢一份嘅宇宙一切萬物當中，呢一份純粹、恩寵、自然嘅價值、中立、擁有、尊重、豐盛、滋養以及連結嘅生命能量震動當中。第二點，讓我哋從當中我哋呢一個更深嘅一個課題，被原生家庭以至族群當中，否定我哋呢一份嘅出生、排行、性別、角色，讓我哋一直感知、傳導、接收嘅都係呢一份被否定嘅情感，冇辦法被接受、認同、肯定、連結、滋養以及信任嘅裏邊，讓我哋從當中嘅呢一份課題嘅當中連結上嘅，都係呢一份更大宇宙一切萬物嘅存在嘅自然、純粹、立足、價值、力量以及存在嘅當中，讓我感知到連結上我嘅生命由始至終都一直存在於喺一個宇宙一切萬物生靈嘅存在生命本質當中，一直都係滋養嘅、中立嘅、連結嘅、豐盛嘅、被愛、接受、擁有、恩寵以及信任嘅生命能量存在當中。第三點，讓我哋喺自身嘅生命嘅呢一個身體反應，而讓我哋內觀覺察得上嘅呢一份必須要好用力咁做好、做有、做夠，必須要好用力咁完成、證明，先至能夠被關注、
看見、接受、滋養以及連結信任嘅課題當中，讓我哋從裏邊感知得到，我哋嘅生命由始至終都一直連結喺一個更大宇宙大我本質嘅一切萬物嘅生命價值、力量、存在、立足嘅呢一個存在信任當中，從來喺當中一直都係唔需要做與唔做，證明以及唔證明啲乜嘢。我哋只需要去到感知我哋呢一份最純粹嘅生命價值、生命嘅力量、生命嘅立足、存在、擁有、滋養、豐盛、愛與連結嘅喜悅、信任嘅生命能量存在本質當中。第四點，讓我哋感知得到我哋嘅情感、感受、情緒、感知嘅裏邊，一直冇辦法去到接受自己唔做、唔做好、唔完成、唔證明、唔用力嘅去到做，唔負荷透支、損耗自己、透支自己嘅力量去到做好、做有、做夠，而讓到自己一直咁樣去到強烈否定自己嘅呢一個生命嘅價值、力量、存在與立足嘅狀態，而讓我帶領住案主以及學員們深深嘅去到感知、了解、明白、覺察到自身嘅生命從來都一直透過呢一份嘅生命課題嘅呢一個路徑體驗感知，讓我能夠感知到自身最真實嘅生命，最真實需要面對、學習、連結嘅生命課題，讓我從當中感知得到自身嘅生命由始至終都一直連結喺呢一個更大宇宙一切生物、生靈、萬物嘅一份子當中，感知住我哋呢一份生命本質嘅價值、力量、存在、立足嘅信任、愛、中立、恩寵、滋養、信任嘅存在生命能量本質嘅震動之中。第五點，讓我哋感知得到、連結得上、療癒得到當中，由於生命嘅課題裏邊感知到嘅都係呢一份對於自身嘅價值、力量、存在、立足一直係糾結嘅、負荷嘅，冇辦法去到信任連結嘅空白、無力嘅呢一份糾結嘅創傷當中，讓我哋嘅生命情感、感知、神經傳導系統、自律神經系統，以至情感感知、感官感知嘅系統當中，一直強烈咁樣去到分泌呢一啲嘅負荷糾結、失調創傷嘅神經傳導化學物質，而讓到我哋身體上會出現一啲身體上面嘅反應，頭痛、強烈嘅透支負荷，而讓到整個嘅身體感知住疲倦，甚至會感知唔到自己嘅價值、力量、存在、立足，而讓到整個嘅感知情感會有一種頭暈嘅症狀。讓我哋從呢一啲嘅身體反應當中，呢一啲強烈過度分泌嘅神經傳導化學物質嘅過程，讓我哋感知得到、連結得上自身嘅生命由始至終都一直連結喺一個更大內在生命大我嘅生命本質當中。
感知住呢一份生命本質嘅合一、平衡、滋養、連結嘅豐盛，讓我哋重新感知得到、連結得上我哋身處喺呢一個宇宙一切萬物嘅一份子嘅信任存在裏邊，感知得到呢一份和諧、平靜、信任、安住、連結、滋養、放鬆、愛與擁有嘅喜悅存在生命能量感知嘅震動之中。